化妆下晡，台北落大雨，大巨蛋的室内嘛在落雨。有民意代表就质疑讲，细状温特别高落，这是要安怎来应用呢？台北市体育局长表示讲，已经要求远雄公司都要赶紧来处理，要赶紧改善。小可落大雨，小台也在溺水。中信兄弟二早伫大巨蛋来迎战富邦悍将，不过因为台北下晡熊熊落大雨，台北大巨蛋的看台区又搁漏水。议员质疑讲，这款的场地品质要安怎赢这特别举办的世壮运，又搁要安怎保证申请大型的国际比赛？接下来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会有所谓的姐妹市外宾等等坐在里面，难道要换位置贻笑大方吗？WBC 这种国际经典的棒球赛事申请的资格是非常的严苛，漏水这样的瑕疵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分数递减，影响我们跟其他日本、韩国等棒球强国申请国际赛事的机会。蒋万安市长在这一年来有时间去管美国关税的问题，有时间去管我们的立法院要不要倒阁，怎么就没有时间好好的把大巨蛋漏水问题解决呢？体育局是回应讲，已经掌握执行，第一时间要求远雄公司来处理，一定保障活动参与者的权益，也进行改善。你怎么看昨天大巨蛋又漏水？体育局已掌握零星漏水情况，第一时间已要求远雄处理，除协助民众换位，确保民众消费权益外，针对零星漏水事件再进行改善，并已纳入年度营运绩效评估考核，以确保场馆品质。体育局也表示，已经伫114年2月7日会同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来现场勘查进行漏水的区域，确认无漏水的情形，并且已经大大改善。也继续要求远雄加强巡检甲医护，若准发生一寡漏水，一定要甲主办单位共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，并且进行改善。伫交稿进前，远雄公司是暂时无回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